今日同大家睇下珠海嘅另一個高端住宅正方南灣首府。呢個項目喺南灣，過條橋就係香洲老城區，16分鐘到港珠澳口岸，擁抱森林公園生態，教育座響香洲南坪校區，華發雙都三甲醫院，無論教育、商業、醫療都係最高級別配套。項目高配打造3800平首府私家生活會所，升級室內恒溫泳池、多功能健身房、舞蹈瑜伽室、桌球室等等，締造尊貴私密交流場所。而家帶大家睇下呢個76平3房2廳1衛嘅樣板間，大門採用密碼鎖，門後鍍鋅定做鞋櫃，全身鏡都係交樓標準。廚房採用半開放式設計，招呼朋友嘅時候可以打開，實現廚房客廳一體式，空間更寬敞。平時亦可將廚房同客廳分隔開，增加空間感。客廳設置隱藏冰箱，攞飲品就更方便。客廳3.4米開間非常闊落，樣板間將露台封咗窗，令客廳睇落更加闊落。衛生間乾濕分離，淋浴間都做埋俾你。小房間利用窗台做榻榻米，下面增加儲物空間。次臥都利用埋窗台做床，設計埋工作間，實用率更加高。主人套房窗戶南北對流，通風又乾爽。贈送面積達100%，做埋衣櫃仲可以3邊落床。呢套咁優雅嘅單位，總價都係215萬起，仲有3房2廳2衛同4房2廳2衛，南向山景或南向園景俾你選擇。呢個樓盤位置靚又保值，房源有限，賣完就冇啦。立刻行動，記得讚好同分享，多謝你嘅參與，期待同你見面。